大家好，我係傑仔。咁啊，房委會抽籤居屋嘅結果咧已經出咗啦。咁唔知你哋有冇中你哋嘅 number？ 咁啊，都係睇翻個 number 嘅尾數。最緊要睇後面嗰兩個字同你嘅揀樓嘅機會近唔近。其實佢好似一手樓揀樓咁樣嘅，都會有個 number 俾你。咁攞咗 number 之後，你要去到現場再睇揀樓嘅情況。咁當然啦，事前其實有好多嘢已經知道㗎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你可能你有啲人好前。有啲人就好後，係啦。點為之好後呢？可能你係第11、2、3、4、5、6個 number， 其實可能你揀樓，你仲要可能係唔係一啲家有長者，甚至乎唔係一啲家庭入息可能單身嘅，咁可能你揀樓機會渺茫。好啦，你快啲出翻嚟揾二手樓啦，可能要 OK。好啦，但係如果你係好彩嘅，我係啲頭嗰啲 number 嘅，咁恭喜你啦。咁你要點做呢？究竟嚇？咁首先呢，一樣嘢就係話，政府會寄翻封信俾你嘅 ，OK。嗰封信呢係要指定嘅時候呢，要再次去提交翻個入息嘅審查俾佢嘅。咁呢個呢係有證明文件要出翻嘅。好啦，到房委會收到你嘅文件，審批通過咗之後啦，咁你先會有一封叫做批准信出咗嚟 ，OK。咁喺批准信之後呢，你出咗呢6個禮拜內到，咁你就要俾翻900蚊嘅港紙，係啦，咁咪應該係正常寫支票嘅，俾翻香港房屋委員會，咁先會有一份真正嘅購買資格證明書出咗嚟，係啦，咁係可以，咁啊當然啦，購買資格證明書咧，其實同時可以申請呢個房屋委員會同埋房屋協會兩個居屋嘅。咩叫房屋委員會？一啲例如我哋屯門區兆麟苑、翠寧花園、龍門居呢啲叫房屋委員會嘅居屋，例如翠明台、景新台呢啲係房屋協會嘅居屋，我簡稱就係靚啲同冇咁靚啦嚇 ，OK。靚啲嗰啲係有會所嘅，有陣時可以去到，係啦。咁你可以兩邊都申請嘅。咁申請出咗嚟嘅結果之後呢，其實佢大概係有1年嘅時間嘅啫，係冇得續期嘅。就由你份文件，你收到文件上面有個日期啊，跟嗰個日期作準啦，唔好跟你交個日期啊，係跟你份文件出到你手上面有一個叫有效日期嘅。咁你跟呢個日期去作準，咁你遲到就冇啦 ，sorry 啦，你一年內都係揀唔到，你就買唔到噶啦嚇 ，OK。好啦，咁之後當你有咗個購買資格證明書咧，你就可以喺呢一個二手市場嗰度咧就出嚟睇樓啦，包括可能天水圍呢平欣苑啊、天頌苑、天盛苑啊等等等等啊，你都可以出嚟再揀樓噶啦。當然你揀樓可以揾埋我啦嚇 ，OK。好啦，咁大多數你要留意啦，咁揀樓之後咧睇啱咗，咁你就要睇埋一樣嘢喎，個業主有冇出售資格證明書？即係我哋叫出售證。咁好啦，簡單呢個你有購買證，業主有出售證，兩張證你要加晒喺手，你先至可以簽一份臨時買賣合約，否則你就係我哋叫偷步違規㗎啦。咁有得客都會問啦，咁我究竟我貸款係最多可以做幾多？嗱，根據居屋二手市場最新嘅情況下面呢，其實如果你係我哋叫白表居屋啊，有白居二，即係抽咗呢啲證呢啲呢，最多可以做90%貸款。咁最長嘅年期幾多呢？最長好似私人樓咁，佢而家咧就可以分到30年嘅啦。好啦，咁以前嗰啲綠居二即係公屋嗰邊嗰啲咧係點樣咧？公嗰啲咧會彈性大啲嘅，咁我哋可以俾5%啊，5%嘅首期，即係最高可以做90%半嘅貸款。但係白居二咧最高係90%嘅啫，咁呢個係需要留意嘅。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個審批啦。咁白居二咧一般銀行咧就可以咧就審批得比較上容易啲、寬鬆啲。咁但係當然啦，要跟銀行作準。另外仲要睇埋個物業嘅樓齡嘅。咁呢個咧就每一個屋苑同每一個樓齡咧都會有唔同嘅限制。咁最好咧就去翻查詢翻相熟嘅銀行去了解多少少啦。咁當你揀好咗單位之後，咁頭先講業主有出售證，你又有購買證，好啦，約埋個 agent，約埋個業主簽約啦。簽約之後咧，你當時咧正常咧就要落個我哋叫細訂嘅。一般市場咧係落住3至5%嘅訂金，我哋叫臨時合約嘅訂金。好啦，咁同私人樓有少少唔同喎。私人樓一般咧就2個禮拜內你就會簽正式買賣合約，14天內就簽正式買賣合約。好啦，去到呢度居屋又有少少會有唔同嘅，白居二同埋綠居二呢啲都係嘅。咁多數咧就會係1個月左右先至簽一份叫做正式買賣合約。點？你做買家你買咗簽咗合約，咁業主會俾份出售證你嘅，俾咗你攞走咗佢啦。嗱，你攞住張你嘅購買證，又攞住佢張出售證，你先至可以去司戶幫你做個宣誓，係啦，提名，我哋叫提名信 ，OK， 去提名你去買呢個單位。好啦，提名信翻咗嚟，你先至可以簽到正式買賣合約。所以居屋二手市場嘅正約嘅日期咧，係一般咧係比買私人樓咧係要來之耐多個零星期到。OK， 好啦，咁你最快交易日期幾耐咧？嗱，居屋嘅其實如果你話寫個限期咧，其實你自己去傾嘅。咁即係話其實我寫2個月、3個月、4個月，甚至乎半年、1年，其實
原理上、原則上係可以嘅。咁但係市場啦，一般咧就正約1個月，成交要起碼要多1個月以上。嗱，呢個就係市場嘅規矩，同埋文件上嘅規矩嚟嘅，係啦。咁啊之後就簽完提名書，首先我簽完提名書，簽完正式合約就等成交。好啦，等成交前就會有個驗樓嘅手續啦，上 A 準會帶你上個單位做，再檢查下你買嘅時候個樣係咪咁樣啊，係咪我哋嘅現況啦 ？OK， 有冇啲咩古靈精怪啊？有嘅話就成交前嗰個律師樓幫你去做好同翻嘅情況。係啦，咁成個流程大致係咁樣。好，咁今日講到咁多先。如果有興趣、有問題、有唔明嘅地方，嗱，歡迎隨時直接打俾傑仔問清楚。